欢迎收听12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4到5章，耶稣再来前一定要预备的事。今天必须祷告的经文说到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，万物的终局就要到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，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。要彼此殷勤接待，不要埋怨。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，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。当我们知道已知的生命正在倒数计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可不一定这么有感哦。如果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只剩下1个礼拜，只剩下1个月，只剩下1年，我如何把握在这1个礼拜、1个月、1年当中，活出那个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的新生命呢？在这里，彼得提醒，一开始就说，第4章一开始就说，既然我们认识了这个福音，在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曾经在肉体上受苦，那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意志，就是用同样的想法来装备自己。因为在肉体上受苦的人，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绝缘。我要再次讲到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自虐的生命，而是他在讲的是我们会有所选择，而在这有所选择当中，可能世人觉得是令人欢愉的，令人觉得好像在世上来讲好像比较有荣誉感的，这在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或许也是我们所追求的，或大部分所认同的价值观之类的。可能相较之下，我们好像就在受苦的当中，甚至有些人也会觉得，我一直去服侍，竟然感觉到是受苦。我能够服侍，其实不是在受苦。其实，我曾经听到一个分享，我非常感动。他在以弗所书3章8节说，服事是恩典，也是特权。然而对许多人来说，你去教会服事，你去教会工作，好像比起来你去外面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，不用遇到这么多的人情世故，不用处理这么多的人生命的议题。真的在教会当中会接触到很多很深甚至很难启齿的生命议题。然而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很难，这很苦，你们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？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些人真实的议题当中服侍我们，不是吗？而且当我们领受到原来在已知的生命倒数计时时，我竟然可以参与在上帝国度的服事，我可以跟他一起来经历到人生命的转变，一起经历到人原来是没有爱的，缺乏爱的。然而如今不仅是领受那个从上帝来的爱，甚至他有爱人的能力，他开始愿意，甚至他愿意付代价，他还以此为喜乐。在这当中的陪伴，如果曾经有成为牧养同工的人都知道，这不会是舒服的，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是受苦的。然而彼得作为一个这个耶稣的大弟子，然后接下来呢又开始带领教会，甚至他不愿意传说中他不愿意像耶稣这样正钉十字架，他最后是倒钉十字架死的。为什么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愿意做到这个地步？想必那一定是背后有更荣耀、更吸引他，让他生命觉得很有价值的原因在带领着他。所以彼得鼓励弟兄姐妹，耶稣即将再来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永恒的生命，然而我们可以把握已知的生命。在永恒的生命来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回应，然后我们以这个眼光，在目前已知的生命在倒数计时的时候，
把握这个机会，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使人也跟我们一样来信耶稣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第5章开始的时候，彼得就以一个长老的身份，向各位同作长老的人提出请求哦。他说：“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，要分享所显示的荣耀，所以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付托你们的羊群，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为报酬而工作，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。”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会看到许多的人，特别在我生命中有许多信仰的前辈，我真的非常佩服也敬重他们。他们的服事真的让人家感受到很谦卑，他们的服事真的让人家感受到他们不计较那个代价，他们服事真的让人感受到他们只怕他们没有做，他们不怕他们做不够。他们怕他们做不够，不怕他们没做太多。在这当中很重要的，当基督徒愿意这样来回应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很常读到的那个经文，就是在彼得前书出现的。他说要警醒戒备，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，寻索可吞吃的人。因为他知道啊，撒旦魔鬼知道啊，在受苦当中有些人会受不了的，有些人会觉得我干嘛啊，我还是过我平常生活就好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气？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被挑战？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用我人生很重要的时间，然后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不被接纳？如果只是想到这里，我们可能生命就失落了。然而如果我们知道，每当我们这样去回应的时候，多爱一天，多爱一点，多走一里路，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当然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常常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话语，放在他的恩典当中来思想，以至于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用自己内耗方式去服侍，而是我们领受从耶稣基督来的爱，从他来的眼光，从他来的能力，然后去行动。所以彼得鼓励弟兄姐妹，特别起来服侍的弟兄姐妹，特别你预备你还在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在这时候回应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要鼓励你要信心坚定。因为其实在很多的地方，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信仰其实还算是比较自由的，在许多的地方，他如果自称是基督徒，哇，那他有生命危险啊。有可能不仅是他的家人或他家族也会因为他有生命危险啊。然而感谢主，让我们先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环境中，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，可以录 podcast， 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可以用 YouTube 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话我觉得一直以来是很鼓励，特别当我在遇到一些挑战，甚至觉得心里很过不去的时候，彼得前书5章10节说，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，那位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呼召你们借着跟基督耶稣连结，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上帝，必定亲自重建你们，坚定你们，赐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。然后最后说，愿全能归于他，世事无穷。阿们，阿们，真的阿们。因为在苦难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是被打趴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是重建你们？因为很有可能我们遇到苦难就被打趴了，很有可能我们在受苦当中，我现在讲的受苦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做错事，所以我为此付代价的受苦，在讲的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为了行出真理的缘故，我受苦，我可能会在那当中真的会跌倒，我也不想再这样做。然而我们却在跟基督耶稣连结的时候，我们再次被重建，再次看到自己的生命景况，再次在那样生命景况中被建立起来，被耶稣基督的恩典建立起来。
然后再次被坚定，再次领受从他来的力量，再次看见自己的根基是不是稳固的，自己的信仰根基。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是再一次去思想到，原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原来发生这些事情在我的信仰当中，原来还有这些需要成长的地方。原来我已经有这些成长了，所以如今我可以这样来回应这些事情。信仰很重要的，我们很常说基督教信仰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爱，那如果用2个字呢，是关系。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表达爱，甚至我和我自己都是一种关系。然而这样的爱却是要先连结于耶稣基督，在他的爱当中，使我们从这个看似最软弱黑暗的状态中，因着他的爱连结我们，这个关系被建立起来。从他来的爱要使我们勇敢，从他来的爱使我们愿意来把握每一天，从他来的爱也使我们愿意来回应，要走向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心意是要你的儿女不至于灭亡，反倒是要得救，而且是人人都要得救。你的心意是透过你所拣选的儿女，在世上活出属你的爱，成为美好的见证，让人因着这些管道来与你亲近，接着有更多的人也来领受彼此真诚相爱，因着你的爱，然后消除许多的罪过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成为圣灵的殿，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关系开始，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来多走一里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按着各样的恩赐，我们彼此服侍。主啊，这是你所赏赐的恩典，你让我们有这些能力可以来爱人。主啊，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爱人的时候，也更多的认识你，使我们有永远源源不绝的爱，能够彼此相爱。恳求主你来带领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自动自发牧养群羊的教会，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谦卑服侍，将荣耀归给你的教会。求主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看似有许多苦难的世代，主，我们要活出属于你的荣耀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